讲到中国的空飘气球溜落台湾，真有可能会变作是真接来。国防部发布17查到2粒空飘气球超过海峡中线，伫基隆西北方110海里的所在，这关度大概是27000尺以下，向东了后就消失去啊。专家认为，讲国军目前敢若监控尔，伤过步也无紧，应该爱用无人机积极来反制。另外，美军为着要反制中国的飞弹威胁，伫关岛北边200公里的所在天灵岛重新启动基地。中国鸟台手段真济，不止基南出现伫大海，空飘的鸡龟也偷偷行向上台。国防部10日发布查到共机6架次，共拦2只。国军17早起9点，下晡2点外，才按2粒空飘的鸡龟超过海峡中线，伫基隆西北边差不多110海里，关度差不多27000尺以下，飘向东边了后消失。专家表示，都是东北季风季节对中国操作，对台海战场经营进步收集有利。要做怎么清收，那他的主动权是比较多。我们的相对于我们是属于被动，看他来看他走，看他进来看他出去，没有做个积极的动作。我认为这个是久的话就会形成破口。对美军出动战机将鸡龟抛了无共，国军用干闭监控，专家认为伤过被动，应该透过无人机将鸡龟摕落来，避免加做空碰。另外，中国最近发射真济粒火箭卫星，虽然对台无影响，不过只会作为科研用途的卫星，若转做军事用途，对台威胁增加。面对中国大量制造长程飞弹，美军提前做好准备。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韦巴赫接受一间亚洲专访证实，伫关岛北边200公里的所在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天灵岛重新启用过建设空军基地。关岛在遭到飞弹威胁的时候，战机可以转移到这个天灵岛，特别是 B2 隐形轰炸机或是 B52或 B1 的这种大型轰炸机，它的航程都可以由天宜安岛或者是关岛直抵东海进行协防的任务。针对美军重启天灵岛作为建设基地，伫西太平洋增加部署军机的地点，学者分析，天灵岛伫地质岛链，对美军新兴关岛和强军空袭，将轰炸机转有帮助。连支援第一岛链的台湾协助强军进犯，日本沖縄瓦加松那空军基地可能加入中国攻击目标。韦巴赫也证实，会伫遮开放研究部署战机，不过无讲出确实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